我也不是说没有烦心事儿，只不过有些事儿啊，你越想越烦，倒不如不去想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烦，我是觉得这生活太没意思了。现在我所做的事儿，都不是我想要做的。不是吧，哥？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吗？啊，又有事业，老婆又漂亮，这要换我啊，早乐都乐死了。你不懂，这事业呢，是我爷爷那时候创下的，奶奶又很厉害，所以集团的元老们对我奶奶都很忠心，用不着我操心。至于老婆嘛，也是我为我奶奶娶的。在结婚之前，我们俩根本就不认识，更别说什么感情了。我觉得吧，这个还是正常的。感情嘛，慢慢相处就有了嘛。我爸我妈还不是，结婚之前谁认识谁呀？真的？真的。那他们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好着呢，老两口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哈，老婆呢，只要人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那个有句成语4个字的，怎么说来着？就时间长了，就感情就好了。那个日久生情。哎，对对对，日久生情，日久生情。想不到你小子说的话还有点道理啊！走，哥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这家餐厅啊，排队都排不上。真的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我都真的饿了。哎，我知道呀，有一家新开的烤肉店，特别好吃，我们一起去吃吧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走吧。哎，不过说好了，今天晚上必须我来请客，请你给小鱼个机会，表达一下这几天对你的思念。我说我怎么就那么爱你呢？走吧，服务员买单。啊，那你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晚安。晚安。我就说嘛，这家店那么好，等到现在还没排到我们俩呢。是时候了。我快饿死了。顾总，里面请。哎呀，好像是顾先生，真的吗？快去看看顾先生，快去，顾先生呢？啊！行行，最好